Hello， 大家好，我係 Alice 啊，歡迎你嚟到 Alice in the Ausland 嘅頻道。時間真係過得好快，今集已經嚟到塔斯曼尼亞自由行系列嘅第6集。之前嗰5集，我哋都一齊經歷咗好多精彩嘅時刻，不如而家就一齊快閃回顧下啦。第1集就係喺阿德萊德飛到嚟塔斯曼尼亞嘅主要城市 Hobart， 之後就喺 Salamanca Market 嗰間超市度買咗啲水果，夜晚就去咗高人氣海盜餐廳食晚飯。第2日晨早就衝咗上去威靈頓山，俯瞰全城壯麗美景，之後就去 Mona 新舊博物館探索新舊展品嘅怪奇世界。第3日去咗一個好有歐洲小鎮 feel 嘅 Richmond 古鎮，感受塔斯曼尼亞殖民時期嘅寧靜風情。頭嗰3日我都係搭公共交通工具去玩，嚟到第4日我就參加一個廣東話本地1日團，同一班香港人團友喺布魯尼島玩咗1日，都幾開心㗎。喺第5日就開始咗2日 Launceston 之旅，開車北上探索下呢一個位於塔斯曼尼亞北部嘅美麗小鎮 Launceston。今日係塔斯曼尼亞旅程嘅第6日。呢一日嘅行程都有啲趕，一大朝早就會去咗全南半球最大嘅薰衣草田，之後就會返嚟 Launceston 嘅市區一個叫做 Seaport 嘅地方食飯，食完飯就會去一個位於市區嘅峽谷公園，跟住就會南下返去荷巴特，中途就會玩一個古鎮羅斯小鎮 Ross。最激嘅呢就係我哋呢個團有幾個團友今晚仲要返去墨爾本，要趕飛機，大家就咁聽都聽到行程非常緊湊。唔講咁多啦，準備好同我一齊出發未啊 ？Let's go！由 Launceston 市中心開車去 Brightstow 嘅薰衣草莊園，大概係1個鐘頭車程。呢個薰衣草莊園呢係南半球最大嘅薰衣草田，呢度啲薰衣草開得最靚嘅時候呢就係12月中至到1月尾。今日係12月19日，正常嚟講都算踏入咗最靚嘅時間。不過唔好擺咁高嘅期望，有時候想象不似預期。停車場呢啲薰衣草都算幾紫喎，快啲跟我入嚟睇下。雖然塔斯曼尼亞嘅夏季已經開始咗，但係天氣仲未夠暖，所以今日啲薰衣草個紫色唔係太深，偏向咗輕紫色調。相信今年會比上年遲咗1至2週先轉到嗰種夢幻嘅深紫色。哇！不過即使係咁，都已經係好靚咯。雖然仲未夠紫，但係成片嘅花田都開始綻放緊。行到入嚟薰衣草田就聞到好香好香嘅味道。呢度嘅空氣非常清新，非常舒服，成個人都好似放鬆晒咁。呢個薰衣草嘅園區面積真係好大，亦都有步道俾大家行入去。周圍都係影相打卡位。雖然呢一日薰衣草嗰啲紫色唔係好深，但係呢一種嘅淺紫色有另一種嘅美。由於呢排塔斯曼尼亞嘅清涼氣候，令到花期比上年遲少少，係個質量一樣咁高。呢個薰衣草花田係值得一遊，呢度種咗幾萬棵薰衣草，每一棵都開滿咗細細粒嘅紫花。當一陣風吹過啲薰衣草，呢個景色係咪好療癒啊？據稱呢一個塔斯曼尼亞薰衣草田係世界上單一紫色薰衣草田規模最大之一。根據網上資料顯示，薰衣草園佔地超過100公頃，種植咗超過65萬棵嘅薰衣草。佢亦都係世界上最大嘅私人擁有薰衣草農場。至於佢哋嘅主要品種就係真正薰衣草，當中係無雜交種，個品質係非常高嘅。我哋而家行去園區嘅特產紀念品店睇睇。哇吓，呢個店鋪都幾大，都幾多嘢賣喎。咦，見到隻勁大隻嘅薰衣草熊，唔知大家知唔知呢一隻薰衣草熊係呢度嘅超人氣貨品同埋品牌嘅吉祥物。將佢用微波爐加熱之後，可以用嚟熱敷，舒緩到一啲唔舒服嘅地方。攬住佢嘅時候，又會聞到薰衣草嘅香薰味，有機會達到助眠同埋減壓嘅作用。呢度售賣咗好多薰衣草嘅產品，就好似呢啲薰衣草嘅蠟燭、番梘，一啲唔同種類嘅薰衣草噴霧。當然最唔少得嘅就係純天然嘅精油。仲有一啲薰衣草味嘅食物，薰衣草茶葉都有，唔知買邊隻茶葉好。呢度係有免費試飲區，試飲唔同嘅花茶，飲到啱為止。睇完產品之後，我哋又睇下薰衣草味嘅食物，有薰衣草蛋糕、薰衣草曲奇餅、薰衣草鬆餅，當然就唔可以錯過薰衣草雪糕。個紫色好靚啊，佢奶味夾雜咗啲花香，甜度啱啱好，
一場嚟到點都要支持下，雖然個花期遲咗少少，睇唔到嗰種一大片深紫色嘅花海，但係呢一刻坐低飲杯花茶，食住雪糕，望住呢一個靚景，有時候人生就係咁簡單。我哋離開薰衣草田之後，大概坐45分鐘嘅車程，去到 Launceston 嘅 Seaport。Seaport 係位於塔馬河嘅河畔，呢條河係喺 Launceston 嘅市中心流向巴斯海峽。19世紀時候呢度係貨運碼頭，而家就變咗米芝蓮級嘅海鮮餐廳集中地。我哋就喺呢一個區嘅其中一間餐廳食午餐，食完飯之後喺河邊周圍行下，我哋又要上車去下一個景點。下一個景點係位於市中心內，名稱就叫做卡塔拉克特峽谷。呢一個城市綠洲係一個全球罕見嘅城市峽谷，由 Seaport 嚟到呢度大概係5至8分鐘嘅車程。呢度有一條全球最長嘅單跨吊椅纜車，係一定要坐嘅。佢係開放式飛越峽谷，而中間呢完全係冇支柱嘅。呢一個峽谷公園係免費入場，但係如果想坐呢個吊椅呢，就需要付費啦。好，我就坐住纜車帶你飛越1.4億年嘅古老峽谷。呢一個峽谷係喺104年首次發現。1899年 Launceston City 協助開鑿步道，1972年就建成咗纜車。50幾年嚟，呢個纜車係零事故記錄。呢一個峽谷公園有2個天然碗狀嘅峽谷，總面積大概係20至30公頃。呢度唔單止係城市綠洲，仲係1.4億年地質奇蹟同埋人類開拓嘅傳奇。點解峽谷公園無端端有個公共泳池嘅？由於1890年代當時嘅 Launceston 夏季係冇公共泳池，市民只可以跳去一啲好湍急嘅河水度游水。而當時呢度有一個天然水潭，最深係20.5米，但係水流不穩定，水質又差。所以當時政府就決定砌牆圍起淺水區，再引入峽谷嘅清澈水源，最後就建造咗呢一個公共泳池，成為市民喺夏天嘅時候嘅嬉水勝地。喺7000萬年前，塔馬力谷形成南艾斯克河，即係一條塔斯曼尼亞最長嘅河流，長期侵蝕堅硬嘅玄武岩，慢慢就雕刻出兩岸200米高嘅懸崖峭壁。由於河水嘅沖刷，就形成咗2個天然嘅水潭。第一個水潭就變成咗而家嘅泳池，第二個就係呢一個好平靜嘅水潭。最神奇就係呢度位於市中心，步行只係10分鐘嘅時間，全球唯一嘅城市峽谷，絕對係自然同埋城市嘅完美融合。呢度仲有一個特別值得參觀嘅地方，就係會見到好多野生嘅孔雀。大家又見唔見到有一隻孔雀喺屋頂上邊正在開屏？除咗見到野生嘅孔雀之外，呢度亦都係野生動物嘅天堂。點解呢度會見到咁多野生嘅孔雀嘅呢？又要追溯返1893年，當年維多利亞時期上流社會係流行養孔雀，作為做公園嘅點綴。呢啲藍綠孔雀象徵財富同埋地位，孔雀好適應峽谷嘅環境，所以一代代咁繁殖落去，嚟到而家第4、第5代嘅孔雀已經完全野生化。佢哋會喺峽谷公園走嚟走去，靠住公園嘅昆蟲同埋遊客食物為生。呢度嘅孔雀係特別中意開屏㗎，如果中意孔雀開屏，就一定要嚟呢度玩啦。另一個唔好錯過嘅景點就係亞歷山大吊橋，佢係峽谷公園另一個嘅歷史地標。吊橋建於1904年，呢一座60米長鋼纜吊橋喺橋上邊可以360度全方位去觀賞峽谷嘅全景。分別喺2004年同埋2025年有2次大維修，雖然每一次嘅零件都全部換晒，但係仲係保留歷史嘅外觀。當你行呢一條吊橋嘅時候，都會感覺到一陣陣嘅搖晃。如果驚嘅話，諗過先好行啦。又係時候要離開峽谷公園。離開公園之後，我哋就將會開始返去荷巴特嘅回程路上。整個車程大概係2個半鐘頭。呢一個 Launceston 2日廣東話本地團，司機會接我哋由荷巴特嘅酒店，跟住北上去到 Launceston。玩完之後又會送返我哋去荷巴特嘅酒店，我覺得安排得都唔錯㗎。由 Launceston 返去荷巴特車程需要2個半鐘頭，所以我哋就會喺2個城市之間嘅一個小鎮 Ross 嗰度作一個休息點。
我哋會喺 Ross 嗰度大概停15至20分鐘。Ross 羅斯小鎮係澳洲保存最完整嘅19世紀殖民小鎮，佢係建於1812年，以囚犯歷史同埋砂岩建築聞名。呢度有一間羊毛博物館，我哋又入去睇睇。呢度係塔斯曼尼亞最大嘅羊毛製品零售商，售賣唔同種類嘅羊毛製品，例如羊毛衫、羊毛頸巾同埋唔同嘅紀念品。呢個博物館亦都有展示羊毛歷史同埋 Ross 小鎮嘅殖民歷史展覽。最得意就係呢度有唔同羊種毛質嘅觸摸區，佢係一個互動嘅展區嚟嘅，俾遊客去親手摸超過10種羊毛樣本，從最細軟嘅羊毛去到最粗糙嘅羊毛，仲有稀有嘅塔斯曼尼亞原生羊種，令到旅客去感受由超滑順到堅韌嘅質感差異。一路摸一路去了解每種羊毛嘅用處，加深咗對 Ross 羊毛重鎮嘅歷史印象。呢度係唔需要收入場費，如果經過 Ross 都值得嚟㗎。Ross 嘅另一個地標景點就係起咗距今190年嘅石橋。石橋係由當時嘅囚犯用本地砂岩去砌成，取代咗1821至到1829年嘅木橋。呢一條石橋係澳洲第3古老石橋，而家仲用緊㗎。除咗石橋之外，呢個古鎮有超過40座19世紀嘅砂岩建築，例如有郵局啦、哥德式嘅教堂、監獄遺址，仲有一間好出名嘅麵包店，又叫做魔女宅急便嘅圓形麵包店。所以咁啱經過呢一個小鎮，都值得入嚟打打卡同埋休息下㗎。離開 Ross 之後，我哋又繼續南下去荷巴特。今晚有幾個團友會坐夜機返去墨爾本。呢一個位於塔斯曼尼亞北部嘅 Launceston， 我覺得係絕對值得嚟㗎。佢融合咗自然、文化同埋美食，絕對唔會輸俾荷巴特。聽日就係我哋喺塔斯曼尼亞嘅最後一日，今晚點都要試下位於荷巴特碼頭旁邊嘅人氣高企嘅雪糕店。好多人都話呢一間鋪頭嘅雪糕係非常好食，食完飯就特登行過嚟碼頭嗰邊，見冇乜人排隊，就入去試下啦。呢一間係塔斯曼尼亞嘅人氣雪糕店，大多數嘅人都係形容好滑、好綿、好 creamy， 價錢方面都幾抵食㗎，即係又平又好食啦。唔怪得知呢個時候成間店仲係好多人。雪糕店全部都係用塔斯曼尼亞嘅本地牛奶、忌廉同埋新鮮嘅食材，佢係手工同埋本地製作嘅雪糕。呢一個品牌係塔斯曼尼亞本地家庭經營嘅雪糕品牌，由塔斯曼尼亞嘅奶農家族去創立，用返自己牧場同埋本地奶源，主打最新鮮嘅手工製雪糕。咁多款味道呢，係有塔斯曼尼亞嘅特色味道，譬如話係 pepperberry and leatherwood honey， 即係樹皮同埋塔斯曼尼亞獨有嘅樹蜜風味，佢係有少少嘅辛辣同埋甜味嘅混合。至於我今晚都係食返我嘅至愛朱古力，我又唔覺得佢非常滑同埋特別好味，同平時喺澳洲其他地方食嘅雪糕差唔多。咁當然喺澳洲食嘅雪糕都一定有返咁上下啦。今集影片去到呢度，如果你鍾意我呢一集影片，請你俾個 like 我。仲未訂閱 Alice in the Ausland 嘅頻道，請你訂閱同埋撳埋隔離嘅小叮當，當我有新影片出，你就第一時間收到㗎啦。記得 CLS， 下條片再見，拜拜。